亲啊，继续来看这台湾哦，现部是吼两个风台来压掉咧。这个蒲蓉风台伫咧昨形成咯，啊，今年第4号的风台爱丽嘛伫咧早起生成咯。两个风台，你甲看，一个伫咧倒边，一个伫咧正边，都甲台湾压伫咧中。啊，好你家知，气象局讲，这两个风台咧走的路草，拢未冲来台湾。也毋过因为这个低压带来着水汽，未来7天。 中部、南部甲东南部会落大雨，啊北部是较无影响。北部较爱注意的是过头的西北雨。日头遮尔强，连手机啊拢伫袂看袂清楚。天遮尔蓝，拜六礼拜要去倒位佚佗。不过台湾附近有两个风台，安尼好天气敢会熊熊都变天。台湾地区的天气还是受到低压带的影响，天气会比较不稳定一些。 在中南部以及东南部地区，偶尔还是会有些局部性大雨出现的机会。虽然有两个风台，不过气象局研判形成电源效应的几率无悬。目前台湾附近两个风台芙蓉和爱丽这两天连续形成，加在目前对台湾无直接的影响。芙蓉继续往海南岛线震动，爱丽高省的对琉球海面发展沿海注意有长影。未来一礼拜受低压大影响，台湾中南部地区和东南部地区会落大雨，北部地区因为电 降作用影响，等到气温的升高，江南山区会有局部过道的雷阵雨。除了北部是午后之外，其实各地的话都有下雨的情形，特别是南部跟恒春半岛会有些局部性的大雨。那午后的各地的山区也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出现。 对未来雨区预报来看，拜六开始，规个台湾会袅袅，尤其是南部和恒春半岛会有较大的雨。后礼拜2到拜4，加大受风台牵引往北边刷，落雨的范围会开始刷来北边。中部地区嘛有机会落大雨，北部地区注意过道的雷阵雨。提醒民众出门在外，要记得早雨伞，唔通去大雨压甲担高高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